阿公啊，你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？最近没吃青菜是吗？阿公，那行路用走一摆一摆，你参冇些青菜，是唔是？阿公，那行路用走一摆一摆，你参冇些青菜，是唔是？是啦，最近没什么吃青菜，加上又撞到一下，没事。嘿啦，日餐冇些要改青菜，加上又碰车，冇要紧。嘿啦，日餐冇些要改青菜，加上又碰车，冇要紧。阿公，要吃些青菜呢。阿公，我加些一条青菜呢。阿公，我加些一条青菜呢。俗话说啊，一日不吃青菜，走路就会摇摇晃晃。人讲种的冇些吃，行路成条强。人讲种的冇些吃，行路成条强。3餐都吃肉，会少活几年哦。3顿两鲜牛，烧了3阶流。3顿两鲜牛，烧了3阶流。是啊，从前常听人说，自己却不会做。嘿啊，较早店听人讲，这个煞冇晓做。嘿啊，较早店听人讲，这个煞冇晓做。阿公，没关系。我们先来量血压。阿公，冇要紧。恩人先落帮血压。阿公，冇要紧。恩人先落帮血压。请坐在这张椅子上，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将错了的将字面上，差不多3至5分钟，7分钟。将错了的将字面上，差不多3至5分钟，7分钟。我今天穿长袖，可以直接测量吗？我会建议做冲三手，不容直接帮忙。我会建议做冲三手，不容直接帮忙。阿公，请先把外套脱掉哦，里面的袖子啊不用卷起来。阿公，请先将外套脱埋哦，内底的3手唔是接起来。阿公，请先将外套脱埋哦，内底的3手唔是接起来。请把手伸进来，手掌向上。请把手骨伸入来，手抱向面上。请把手骨伸入来，手抱向面上。在量血压的过程中，不要讲话或做其他动作哦。得帮血压的时，唔好讲事，也是做皮解汤做哦。得帮血压的时，唔好讲事，也是做皮解汤做哦。好了，阿公，血压有些偏高，要注意一下哦。好啊，阿公，血压就较高一条，我指示一下哦。好啊，阿公，血压就较高一条，我指示一下哦。好，好，我帮您用额温枪测一下体温。爱用额温枪，甲咱涂一下体温。爱用额温枪，甲咱涂一下体温。36度半，正常哦。36度半，冇问题哦。36度半，冇问题哦。谢谢你。落来很。